有愁有你，话语却不落空，还有更多。耶稣，所有语言都指向你，恩典拯救每个人的生命。我深知前方道路总有你带领。耶稣，所有语言都指向你，恩典拯救每个人的生命。我深知前方道路总有你带领。耶稣，所有见证都指向你，宣告的是盼望永不止息。我决定一生跟随你到底。亲爱兄姐，大家平安，欢迎回来咱永光教会做伙来敬拜上帝。礼拜就要开始咯，邀请大家将手机啊关机，也是开做飞行模式，多谢大家配合。哈利路亚，阿门。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今仔日咱倒来到伫上帝圣殿，伫遮看到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倒来到伫教会，咱的永光教会，这是咱属灵的家，是上帝要大大祝福咱，透过咱伫遮的敬拜，上帝因为咱的敬拜，互这个福气临到伫咱，阿门。阿门。所以会当看到隔壁兄弟姊妹做伙来到伫遮，做伙来学了上帝，咱的心有唱热无？心有火热无？阿门。你甲隔壁，你甲伊讲，甲你做伙敬拜是我的福气。甲你做伙敬拜是我的福气。哈利路亚，是，所以咱也常常甲主讲，主啊是，你祝福我，我阿门，阿门吗？想使我身躯肉体健康，灵魂体拢精英，阿門嗎？阿門。所以咱隨時發阿門，阿門。因為當你發阿門的時陣，迄個心內面的喜樂就出來。阿門，阿門，阿門是聖經咧講阿門就是講是，就是祝福的字，就是一個興盛、興盛、興旺。所以咱隨時聽牧師講道，咱的吟詩牧師在講話，咱隨時。阿門是，今仔日咱就看到頭前遮有這個樟樹枝，所以今仔日是樟樹主日。樟樹主日，咱來講樟樹主日。樟樹主日，樟樹主日唔是咱的植樹節哦吼，樟樹主日所代表的就是耶穌要釘十字架，然後伫這個上進前的一個禮拜日，佮過來就是耶穌過活，所以耶穌伊伫地上。這個禮拜日是伊的最後一日，好，然後耶穌伊就騎驢仔進城，進去到佇耶路撒冷城。伊進城的時陣，佇舊約的聖經就有言講，這個耶穌伊要騎驢仔入耶路撒冷城。伊入耶路撒冷城代表什麼？伊過來的受難就要開始啊！伊入耶路撒冷城的時陣。有啥物款的情景？哇！大家看到耶穌要入來時陣，耶穌就甲伊學生講：你去牽一隻驢仔來互我。學生就甲伊問講：要安怎甲人講迄驢仔？你要用？迄人的驢仔，你敢要互人學白牽你的驢仔？
无咧，耶稣就甲伊讲：你去到伫迄个庄舍遐，倒一个角落遐有一间厝，然后伊有一只驴仔绑掉的，你甲迄只驴仔牵过来。假使主人若甲你问，你甲伊讲主耶稣要用伊，迄个主人自然就会互你牵来。哇，是毋是耶稣去甲伊斗好啊？毋是啦，是这个是圣神在做工，所以学生就去，我真正看到迄个厝内面，有绑一只驴仔，伊就甲伊牵。主人就甲伊问讲：你想要牵我的驴仔？伊就甲伊讲：主耶稣要用伊。主人的心就软来，好，牵过来。耶稣就徛伫驴仔顶悬，对外口，你捌耶路撒冷城要入门、要入城门的时阵，大家就摕这个樟树枝伫遐喊：和散那，和散那，和散那，奉主名来应当着受鹅乐。和散那，和散那，奉主名来就应当受鹅乐。为什么举樟树枝？因为樟树枝伫因以色列的所在，你若举樟树枝，就是有迄个做好喜事的时，所以樟树枝代表就是欢喜庆祝。迄就好亲像咱即摆拍炮啊，也是迄个放炮啊，有无？放炮啊！过去因就是用这樟树枝，毋然安尼，佮甲樟树枝铺伫涂骹，互耶稣徛的驴啊，全啊顺迄个樟树枝安尼行入来到城内面。所以兄弟姊妹，今仔日是樟树主日，最主要咱要来纪念耶稣基督。伊伫到过来拜一拜五，伊就开始互人甲伊掠罗马的兵甲伊掠，然后甲伊审判，甲伊连夜审判审判，然后甲伊钉死伫十字架。所以伊是伫拜鬼来钉伫十字架。拜五，所以咱知影拜五是咱上艰苦的时阵，所以咱基督徒伫这个礼拜，咱拢爱做伙来纪念耶稣基督为着咱的罪恶来钉死伫十字架。所以伫这个礼拜中间，咱就无有做其他这喜乐的代志，宴会的代志，咱的心拢伫这默想，阿门嘛。阿门。来，这个时阵，牧师请咱起立，咱要把咱的手举起来，咱的手当作樟树枝，好不好？好，樟树枝，然后咱来讲和散那，和散那，来，咱对牧师来，和散那，和散那，和散那，奉主名来的，奉主名来的，应当受鹅乐，应当受鹅乐，奉主名来的，奉主名来的，应当受鹅乐，应当受鹅乐。来落呀，过一届哦，你的迄个樟树枝会夹伫安尼，还是会夹安尼？你若真正伫欢喜，耶稣基督伊是一个五万的耶稣，咱过一届哦，来三摆和散那来请，和散那，和散那，和散那，奉主名来，应当受鹅乐。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国民长了，来国民长了来扮演一下，你对遐行哩吧来。好，然后咱和散那，和散那，咱家想象耶稣。伊要加入这个城，互咱对圣经更较清楚哈。好，来，咱即摆来看中来好，看国民党慢慢行入来。来，咱讲和散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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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主名来，应当受鹅乐。阿门吗？阿门，哈利路亚。咱是耶稣基督的百姓，咱伫遮伫这个节庆的时阵，用安尼来纪念耶稣。为着咱所做的，哈利路亚！这是咱要来共读书读圣经来，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母玛利亚出世，伫本丢比拉多前来受苦，钉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高我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个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的高我，永远的活命，
阿门，阿门。哈利路亚！伫中秋节的主日，咱做伙用喜乐的歌声来欢迎耶稣的来。阿门。咱仰望主耶稣的时，所有的丧香、所有的软弱，拢爱离开，因为主耶稣是大服务的。
求的声，你大是阮福的尊名，亲像你脚掌。救主，救主，愿你听我求，我大欠亏你大负。甲你身边的人讲，有耶稣的同在，你是大富有的。有耶稣的同在，你是大富有的。阿门。伫你心中，我的荣耀，心行伫你眼中，不是因为我在你生命，拢是因为你奇妙丰盛恩典，虽然有时。我的软弱，拢宽容，你的无放下我，因你慈爱，保卫个福气，我学努力，无过奇妙的听，只有你。所有的恶路，一切尊贵荣耀，主你的时刻是无价之宝，你是我尊重的主，耶稣。
一切尊贵，让主的喜悦是不给击破，你是我尊重的主耶稣。主耶稣，你是无价之宝。只有你独独，只有你堪得而乐。对历史过去到今，主，阮只有而乐你。阮所而乐的，阮所夸口的，毋是空主，毋是名主，主，阮乃是而乐的，就是人主耶稣。哈利路亚！感谢主，互咱伫今仔日活伫即个世代内面，伫即个樟树主日，你也阁徛伫遮。阿门。当咱徛伫遮，伫而乐上帝的时阵。伫遮伫纪念这个樟树主日的时，代表的是什么话？咱也阁有福气会当分出去。何善那，何善那，伫希伯来文伊讲着：主啊，你紧来拯救！主啊，紧来拯救！主啊，紧来拯救！翻做中文就是主啊，紧来拯救。希伯来文叫做什么话？何善那，何善那，何善那，是主耶稣因为伊来要带互咱行通。以色列人讲：你紧来拯救，要带互阮行通，要搁对圣殿会当祝福出去。兄弟姊妹，咱即马伫倒落，咱即马伫圣殿内面，照着主耶稣伊所带来5望，咱即时咱要来祈祷，求上帝来赏赐，赏赐互咱的全家，拢会当来认捌这位何善那的主耶稣。阿门吗？阿门。咱要为着咱的全家信主来祈祷。时间已经接近，耶稣要搁再来，所以咱爱互咱厝里人紧来归伫主的名下。阿门。举起咱的正手，举起咱的正手，大声甲主讲：主啊，我全家的人拢要来信耶稣啊，拢要来信耶稣。咱开嘴来祈祷，1、2、3，哈利路亚！甲主求，甲主求，哈利路亚！抑搁还未信主的，袂当搁等啊！爱互伊来信主，哈利路亚！伊要得到上帝的福气，哈利路亚！迫切搁再迫切，哈利路亚！咱毋通忽略起来，也未信主的厝里的人，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主啊！主，阮伫遮恳求主，你袂听，因为主，阮少年，阮厝里人搁有做也未信主。主啊，你的灵伫因的内面。阮看重遮的参心你，看重因的灵魂来得救一欢喜。主，阮感谢你，互阮伫遮举手祈祷的时阵，阮的厝里的人无一个伫救恩内面来拍假落去，无一个对救恩内面来失去。主，阮要看见因将来嘛，甲阮伫天国有这个福气。求上帝你赏赐阮的家庭，我的家庭。阮的时代，我的厝里人兄弟姊妹，我的孙仔，我的媳妇，因拢要来到你主你的面前。主啊，你来看重，主你来祝福，你来祝福。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是哈利路亚。咱厝里的人的名拢刻伫耶稣的内面咯，咱来吟来。哈利路亚，做回来。我的名字，想到你厝里的人，伊的名，有啥物人，伊的名要刻伫耶稣的心中。哈利路亚！不是因为我在你心里，拢是因为你奇妙丰盛恩典。我的软弱，我为我的软弱，你拢宽容。是主对咱的厝里的人，无一个是放下的。因你主爱，包围个不尽，我俄勒你，咱要俄勒，俄勒伊用咱的手来俄勒伊。只有你扛起我的軛了，只有你扛起我的双手軛了咧，是将我的手献予主。
我尊重的主耶稣。呀，你即摆咱要搁来一摆喊话，和散那，和散那，和散那，将咱的手举起，和散那，和散那，来，咱做伙来三摆和散那来，来。和散那，和散那，和散那，奉主名来的，主名来康的而乐，康的而乐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奉主名来康的而乐，只有你康的所有的而乐，哈利路亚。只有你看见耶稣主，和散那，和散那，耶稣只有你康的而乐，一切尊贵荣耀，主你的心间是无可击破，你是我尊重的主，只有你看见所有的恶路。一切尊贵荣耀，主你的心间是无可击破，你是我尊重的主耶稣。你是我尊重。你是我尊重的主耶稣。主耶稣，你是阮所尊重的。2000年前，主你就带来5万对旧约就已经有言耶稣。主也是你照圣经所应允的，主拢伫你的身上来印证。到伫呾，阮徛伫遮伫喊话和散那的时，阮犹原的印证2000年前，主你迄个时百姓所做的，你所行的。主啊，你赏赐5万伫人类的中间，嘛赏赐伫阮现代人的中间，赏赐伫阮永光教会的每一个兄弟姊妹，阮每一个厝里的人，阮拢要得到救恩的5万。阮的家庭每一个人拢要来到伫主的内面，认主归宗，哈利路亚，阿乐归主的名，阿门。阿门。咱将普下归予咱的主，哈利路亚。带着信心，今年2025全家。归主啊，爱会继续一直甲上帝求，求的拢要得到应允。阿门。大家请坐。这是咱三角来享受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马太福音第13章第44节至46节，咱三角来共读，请。天国亲像宝贝藏伫园里，有人找着，甲伊牵起来，真欢喜，去卖一切所有的来买迄区园。天国嘛，亲像一个生理人，在找水的珍珠。伊一个找到这粒真值钱的珍珠，就去卖一切所有的来买迄粒珍珠。上帝的话讲读到这，愿上帝的话成做咱一生的帮赞。所来，咱甲时间交互潘牧师。兄弟姊妹，伫咱的生命内面，侪侪人拢有经历到上帝的疼、基督的救恩。呀，今仔日咱要伫牧师讲道进前，要来邀请一个兄弟，新的兄弟，可能恁无啥捌伊，伊要来见证，伊是安怎来信耶稣，伊的生命是安怎来改变，伊安怎拄着耶稣。咱用普阿声来欢迎咱的建宏来，好，来建宏来，哈利路亚。好，感谢牧师吼。
我是去年12月洗礼，其实我伫咧洗礼进前，因为我已经有参加教会咱的一寡出去耍的活动，嘛有小组嘛有参加着，迄当阵我个做铁气的，要洗礼无遮紧啦，豆等啦，哪有遮可能对无？真正我大概花足久的啊，因为阮某先洗礼，迄当阵就有一摆，因为我甲教会咱的迄个弟兄阮去拍保龄球，恁知影保龄球，咱3个转倒叫做一个叉有无？咱3个转倒，伊就是讲，即个菜鸟啊，这哪有可能？我就甲伊讲，无恁若是有人会使连续6个叉、6个转倒，我就来洗礼。我是讲哪有可能，对无？当大家开始在咧开始咧咯，阮全部加起来敢会使？阮这个敢会使？阮哪会使呢？对无？安尼无准算，袂使。毋过就拄啊好。迄天敢若会员干事，伊传一张相片互我，恁知影啥物看？6个叉。恁知影这6个叉是安怎来的无？迄几天拄啊风台日有无？风台日咱的周牧师甲潘牧师，因为咱风台的时阵，咱有当时要加风台防护玻璃拢会搭迄个电话胶带有无？搭拄啊好6个叉，无济嘛无少，6个。我讲真正爱安尼吗？迄当阵我还甲你犹豫我无遮紧我还甲你犹豫尾迄当阵我有讲，因为我有故意咧甲，因为咱知影咱手机内底有一个迄落荒漠甘泉即个 APP， 我拢是用即个甲耶稣咧讲话。我讲耶稣，你真正爱我洗礼吗？我屁我无练足乖嘿你爱我相信你嘛爱我看到你啊，对无？迄当阵我有看 APP， 我摕起来看，你知伊甲我讲啥无？伊讲想要看到神，你就爱开时间等候。这是伊写，毋是我讲的。我就讲好啦，无就搁等看卖一个嘛，对无？伫我洗礼，因为我第一洗礼，差不多11月的时阵前1个月11月，迄当阵咱较早咱古早是你知影咱岳飞无？精忠报国迄个岳飞有无？伊有12座金牌。我甲你讲，我今日有3天连续3天3道的耶稣的经文来甲我讲，我甲各位分享一下。第一天，伊甲我写讲，伊必降临，像雨落伫已经挂好的草地之上。信徒啊，你是不是正有神的镰刀伫遐咧收割？免惊镰刀，镰刀的背后一定有细有伫咧地咧。我即当阵我有甲牧师问即个问题，伊讲你即马当互上帝咧甲你收割，咧甲你雕塑，像人咧做迄落捏陶土无？第2天伊甲我传一张，伫上帝眼中你就是独一。安尼愈来压力愈来愈重，你知无？第3天伊甲我讲，神需要一般会使托付的人，神知影你会使忍受偌济。伊袂将你无法度忍受的试炼交予你，伊教你经过试炼，是表明讲伊信任你，所以我洗礼啊。毋过伫咧洗礼了其实因为咱即摆咧讲这疫情我其实我也无法度完全忍受。毋过我有当时头壳内底，我有当时想到一寡会感动的部分。因为我伫咧泸州，我有一间仓库，我就有一个仓库。我隔壁是一间宫庙，拄好就拄好，因为我即摆咧上门徒班，我第1节课的时阵，迄当时我头壳内底一直有一个声音，因为恁会记得去年咱圣诞节时阵，咱个迄个高音厅顶悬有一个十字架，你有印象迄个是个过年了，我就来收落来啊，迄当时放在我的仓库的边啊，迄当时我上课进前迄2天，伊就甲我讲，你迄个十字架爱摕起来挂，佮甲我讲爱挂伫迄位所在伫我仓库迄位所在指定所在我讲好啦，我去甲伊挂起来啦，所以我有甲伊挂起来啊。另外来讲，因为我是做活动的，我专门咧办活动的。一般来讲3月拢是阮业绩较无好的时阵。当初我就祈祷嘛，阮小组 RPG 我嘛家己祈祷。恁知影我顶个月业绩2倍以上成长，直接成长2倍以上啊。最后我甲各位，我只有一张迄种哥林多后书第5章17节，我甲各位分享。若有人伫咧基督内，伊就是新造的人。我即马是真正体会到神，互我为旧的生命行出来。开始咱一个新的礼程。感谢主，阿门。感谢主。建宏会来洗礼，这对牧师来讲，嘛是一个真大的一个条件啦嘿，因为我知影伊是聪明的人，伊真巧所以伊上帝互伊有迄个感动，伊的公司叫做万事通，对无？若是万事通，佫会找耶稣吗？
就免找耶稣啊，对无？吼，毋过万事通内面，上帝嘛，互伊逐项拢通往耶稣基督，对无？哦，所以每一个伊看迄个感动，拢是按照迄支十字架来向前。啊，这是真特别的一件代志。所以上帝要竞选人，要竞选人啊，绝对袂误事的。上帝的竞选绝对是照伊的心意来成就。所以咱感谢主，伊即摆的万事通啊，是安那献互上帝用啦，阿门。因为伊知影一切材料拢对上帝来，啊，上帝对伊的感动啊，就伫咱的教会真济设计内面，啊，伊就甲牧师来讲，牧师，这会使无？这灵会使无？我讲灵袂使啦，吼，这款会使无？因为伊对信仰来讲，伊是对谦卑开始，所以真好，就是上帝互伊有即个智慧，要伫教会来服侍上帝，伊就照着甲牧师的沟通来了解讲，即款会使无？即款袂使无？这就是伊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真有分寸的人呢，对无？所以咱感谢主互伊的信仰看见，对，伫短短的时间，伊安尼渐渐追求，伊的进步是真紧的哦，阿门。所以即马上到什么班啊？文道班啊，阿门！哇，上到文道班，我本来是讲伊看是毋是看牧师的面子，敢若上到迄个成长班就差不多啊咧吼，佮继续哇，真好！这拢是出自上帝对伊的感动，嘛伫伊的生活、甲伊的工作、甲伫教会生活内面，互伊去经历这位上帝是真个活的上帝，阿门！咱甲荣耀归互咱的上帝吼，感谢主。好，这时阵咱举起咱的只手，咱做来宣告来。永光教会是归属上帝，活出基督，活靠圣神，充满荣耀甲能力的教会。阮的确要成全圣徒，活出明灯，力行普世宣教的异象，互主的荣耀充满全地。阿门，阿门。感谢主吼。咱读这段继续去读马太福音吼，所以咱会当搁一摆来思考，前礼拜牧师甲咱来分享马太福音内面规本圣经，敢若马太福音有提到32届哦，天国的君王，天国的君王吼，所以咱就会当定义讲原来马太福音这个作者耶稣的门徒马太，伊就是咧记录这个天国的君王伫地面上迄段时间所做的一切啦。好，所以互咱会当来了解。所以咱若对第1章到第4章，咱就看见，迄是君王的出现。然后第4章到第7章，就是一个君王的宣告。第8章到11章，就是君王的能力，伊安怎骗行逐位乡社来行奇妙的事。医病赶鬼等等遮的哦，吼！对11章开始人遮原来的犹太宗教的就对伊有所质疑，因为伊自称伊甲上帝是平等的。这对当时这毋捌基督弥赛亚的来讲，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总是咱看见咱。虽然君王受到质疑，不过伊有缘来找伊的门徒来做装备，所以咱对16章大概咱这礼拜就读会到咯，咱就会当看见伊对伊门徒的一个装备。然后20章到27章，咱就看见这个君王受气杀的、拒绝的，最后咱就看见这28章来证明伊对4个话，伊是。上帝所差派来，上帝国的君王，阿门。所以伫这礼拜内面，咱嘛求上帝帮助咱互咱会当搁去默想，耶稣基督最后一礼拜所行所做的就照着咱教会这个周报内面有这礼拜的默想读的圣经节，咱就会当搁较来清楚了解吼。好，咱看见今仔日咱就要对13章内面，因为伫这个中间，耶稣有讲7个比喻，7个比喻。那咱对这个中间，咱会当来看上帝国的信念甲价值，
就是什么吼。所以咱的眼光是属地的眼光，阿门。咱会当透彻万行事的哦，会当透彻万行事，透法度万事通啦，对无？吼，所以感谢主哦，透过圣神帮助咱，启发咱的目睭，互咱看毋是俗世尔，佮会当对天来的，就是互咱有即款的意向，看见上帝的心意是哪了。这就是咱基督徒会当甲即个世间人无共款的所在，总是咱嘛因为安尼会当成做即个世界的光，即个世界的盐，来照亮、来调和即个世界，互上帝的国降临伫即个所在。这是你我基督徒咱所应该爱做的吼。所以今仔日咱透过马太福音13章44节到46节即两个譬喻，咱做伙来思考天国的信念甲价值是啥物吼？信念态度甲即个价值观这是咱常常有当时会讲到的吼。信念、态度、价值观吼到底即三个要咱来分呢吼？牧师有去甲了解哦。信念就是对代志的看法，即款的看法是较普遍性的、较概括性的吼，就是讲大概是安尼吼。我对即个物件的了解大概是安尼吼，即款是一个信念对即件代志的做法我的了解大概是安尼吼。这个拢是受到咱家己的经验、过去的教育，是咱的成长的过程文化的塑造，在甲咱影响咱的信念哦吼。咱的信念，迄个对咱来讲是一个较概括性的物件。总是搁过来态度是啥物？态度是对事物的一个评价哦。这是足具体式的物件你对食的态度是啥？吼你对穿衫裤的态度是啥？这拢足具体性的你爱的穿的衫裤是什么款的衫裤？有的人真爱穿牛仔裤，对无吼？表示讲较少年较随性一个，有的人就袂爱穿牛仔裤，感觉迄伤随便吼。这每一个人对代志的看法无共款，对代志的评价无共款。伫生活内面，咱拢会当展现出来。有诶较注重食，有诶较无注重食，有无？会在意诶，所谓注重食是爱家己煮，食健康。有诶是讲爱食啦，较贵气一点生活品质较悬一点这拢是大家无共款诶态度所显露出来这拢甲咱诶信念、甲咱诶价值观拢有直接诶影响诶哦。若是讲价值观诶。这就是对代志的头前后壁，这个顺序的一个决定你的价值观是啥物？要有可能几件代志摆伫这个时间点，你要安怎去选择？要安怎去选择？是甲厝的人做伙食饭，还是朋友少的要去，还是同事少的，拢同时间就看你的价值观放伫哪了。你若是较重家庭的人，可能你就会讲歹势哦。我拄我难得半年较一届，阮的家庭的聚餐，所以我一定爱去的你若是较重朋友，就讲甲剩下讲歹势啦。这人迄一个月前就约好的咱即摆较一礼拜前较讲有无？咱拢会当有理由，毋过咱伫决定的时阵，是伫决定是对咱的价值观来决定所以即个会决定安尼。甲咱的信念、甲咱的态度，拢有直接受这个来影响所以兄弟姊妹，这是咱生活内面，咱常常会讲到这个用词，毋过嘛会当透过安尼来提醒咱伫咱一个人的价值观是啥物，伊的信念是啥物。比如讲，咱讲信仰来讲就好，一个人伊的感觉讲，咱一个人咱的信仰是上界重要的。这是一种的信念，对吧？一种的价值观，对吧？所以这是一种的价值观一个人的信仰是上界重要的，所以咱礼拜日会选择来教会，因为咱感觉来教会是咱生命内面上界有价值的，对吧？这是一种的价值观。一种的信念是啥？就是讲咱会来读圣经。
礼拜祈祷会当，互咱坚持咱即个信仰啦。这是一种的信念哦。对，所以咱会感觉讲对啊，就是爱安尼啊。做基督徒的咱他会当无去礼拜，他会当无祈祷，他会当无读圣经，这是一种的信念。态度是啥物？就是讲，咱若真正持守主日的礼拜，参加小组的聚会，读圣经、祈祷，甚至参加这培育的课程，这就是咱一种正面活出来的，这是态度，这是一个行动哦。所以，兄弟姊妹，咱就求上帝帮助咱，伫咱的生活内面，到底你的信念是啥物？你是用什么款的价值观来形成你的信念？还是讲你的信念是啥物？在左右你的价值观？信念是较空阔的，价值观是较主观性的物件。你用什么款的态度，最后显露出来，这就甲咱的生活每一项的代志有关系，嘛甲咱的信仰，甲伫生活中间，迄个在超测的过程内面，在看你重的是啥物，较轻的是啥物。所以咱较轻即个，较重即个，拢是因为受到咱感觉讲对一项较有价值，咱就会投资时间，甚至金钱伫迄个中间。所以感谢主，互咱会当透过安尼来了解。所以伫咱的信仰甲生活内面，咱常常会讲，咱信仰就爱生活化。阿门。意思讲，毋是干咱礼拜日较来表现你是基督徒尔，你着爱伫生活内面有真正有成基督徒的一个典现。生活爱信仰化。阿门。所以咱做来讲这两句来，信仰爱生活化。生活爱信仰化，信仰爱生活化，这强调的信仰是头前哦。毋过这个信仰更较水的，咱有坚持这个信仰的时阵，就爱化入伫咱的生活内面。生活爱信仰化，是在表达讲到，咱可能伫每一时刻内面，拢活伫这个世界，活伫这个社会，活伫咱的家庭中间。毋过毋通袂记住，无论你伫公司、工场，伫任何所在，你的生活内面，拢爱展现迄个信仰的本质来。哇，这就是信仰生活化，这甲咱提醒的一件代志吼。所以，愿上帝帮助咱互咱今仔日透过耶稣所讲的这两个譬如，无容易了解，无需努力来互咱会当做去体会，因为这甲咱的天国的信念，甲咱的价值观有绝对的一个关系吼。所以，咱看伫13章这个中间，耶稣用7个比喻，也精子的，也是讲麦啊，也是讲挂菜籽什么米秆对无？米秆秆粉米秆也是讲咱今仔所读的中宝，也是找珍珠，也是拍网的。耶稣伫13章这个中间，就用7个比喻用7个比喻在讲什么？在讲上帝国是什么？天国是什么？要互咱会当透过伊的比喻，甲迄个天国的形象、意象，会当实际化伫咱的心内面，伫咱的灵内面，会当去体会了解。我甲咱讲，这无容易的一件代志，因为上帝国、天国是超越咱的目睭、咱的理想、咱的思想，所会当完全去体会。总是耶稣努力要互咱会当去了解，所以这互咱会当来明白。所以耶稣伫13章34节，伊就安尼讲讲伊讲这个比喻是要应验先知所讲的话，讲我要开喙用比喻，将创世以来所蕴藏的事来发明出来，来生发出来。耶稣就是要用比喻咱听较有。因为譬如是用咱生活会当摸到、会当看见、会当体会这个事，来得讲迄个上帝国的奥妙。透过安尼，伊要讲，甲迄个上帝创造的时阵所蕴藏的奥妙，会当展现起来。兄弟姊妹，这个奥妙即马展现无？有啦，早就展现起来。
总是咱爱去完全去了解吼。所以耶稣在讲到找到好的宝藏，伊讲天国亲像宝藏放伫地里，人拄着就甲伊稳捌起来，欢欢喜喜去变卖一切所有的来买即块地。哇，这是耶稣所讲的中保的一个比喻那安尼，照耶稣伫即个13章进前所讲的即个地也好经济的即个所在所讲的麦啊甲皮啊麦啊甲皮啊麦子跟稗子的比喻内面耶稣有讲即个地面，这指的就是即个世界，迄个收割的，还是讲迄个野种的，迄个是在指耶稣，是耶稣。天国就是讲，就是上帝伫创造的时阵，已经有甲伊稳藏起来的一个的奥妙，的奥妙的奥秘的所在所以兄弟姊妹，照安尼，咱会当该了解讲是啊，上帝国、天国，伫旧约内面，亲像上帝就是要爱竞选一个人，到竞选一个民族，以色列人，要互因去了解上帝国、天国的奥妙呢？要甲上帝创造的时阵所稳藏的这个奥妙，对其所竞选的来甲显明出来。总是咱看见对旧约，即个先知不断地讲，到伫新约耶稣基督道成肉体来。即犹太人犹原安那毋信硬心，对吧？所以最后因弃绝上帝所差派来伊的独生圣囝，天国的君王，因弃绝即个天国的君王，那安尼因较会当得到即个天国的奥妙，就袂当得到敢是？你着弃绝即个国的国王，你要安怎做即个国的国民？迄就无可能嘛。所以若是安尼。咱看，伊就甲即个宝藏就甲稳捌起来，对旧约内面，上帝竞选以色列人，要互因了解天国的奥妙，天国的祝福是啥物，总是以色列人弃绝，所以上帝就将即个宝贝甲稳捌起来，这是伫旧约咱来看见的。所以即个会当来互咱就清楚了解这个中保这个故事，比如就是安尼意思所以天国的奥妙，只有天国的子民，只有天国的公民，较会当了解嘛。这是理所当然，这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代志。遐是因为英国一个真有名的一个作家威尔斯伊有写真侪短篇集其中有一个叫做《盲人国》。爱描写讲有一个少年人真爱爬山，叫做努内斯努内斯伊爬山有一摆无小心对山顶摔咧到山谷，当伊摔咧到山谷的时阵，哇，煞互人救起来，无死总是伊发现这伫山谷的人拢总痴迷的，无一个是目光的，大家拢是痴迷的。原来就是讲，伫因的祖先的祖先，伫因的祖先的祖先来到伫即个所在的时阵，毋知是安怎患着一个痴迷病，即个痴迷病佫会遗传落去，所以因世世代代拢是痴迷的，世世代代拢已经习惯因目睭是看袂到的，伊嘛毋知影啥物叫做看见，所以即个少年人登坎去，努内斯摔落来到遮，看着全村的人拢是痴迷的。真好奇，就一直在甲因讲：哎呀，恁敢知影？你的目睭应该是看会到的呢。你望看卖，你望看，只有两个眼珠呢。恁应该是看会到的呢。看会到是啥物？一直在甲因解说，总是全村的人感觉讲，这个人是怪人。你也毋是阮遮的人，你这讲这阮拢毋捌听过。大家拢感觉讲，甲伊当作蚂蚁同风，根本就无了解。恁无了解阮就是本来就是安尼阮生出来就是安尼啦，无你是要安怎？你这讲的会当看到啥物？无阮拢嘛是用蒙的，敢毋是？
阮用懵就知影即个世界是啥。你免甲我讲什么叫做看见，哇伊足失望的哦，足失望。后来伊就找到会当离开迄个山谷的一个路径吼。当伊爬到较山顶的时阵，伊发现讲，有一个所在啊，有一个所在土石流呢。即个土石流啊，差不多强差不多真紧，就会安那，甲即个原来伫山谷即个村落会甲伊暗捌去呢，暗捌去呢。哇！所以看了真紧张哦。这青面国的人要安怎？所以伊佮走转去，甲这青面国的人，甲因的首领讲：我甲恁讲哦，我有去你到顶面看到哦，我亲眼看到哦，遐有土石流呢，要甲咱的全村差不多会当甲伊淹没去哦。所以恁爱想办法先离开遮。因讲啥？歹势，你讲的我毋知影是啥，阮也毋捌看见啊。你在讲的看见，我毋知影啥物叫做看见，阮拢是听甲望，阮拢毋捌看见。所以你讲的迄是安那三天地外的代志，迄是无可能的代志。因为阮的祖先早就拢生活伫遮，拢真平安，拢无代志。你无黑白甲阮讲遮的，对吧？兄弟姊妹，即使你若是即个登山客，你面对即个青面国的人，伊安尼在甲咱反应，你要安那？你要安那去面对？咱会当去思考。咱基督徒在讲传福音的时阵，咱在讲的对因来讲是三天地外的事。咱在讲的是上帝国，是天国的奥妙。对一般人来讲，歹势，这甲阮离作远的，迄较阮离作远的。阮的祖先过去就是拜到即嘛，你莫甲我讲什么耶稣，是毋是安尼？是毋是有甲即个有共即个意思无？兄弟姊妹，总是咱若明白福音就是真理，就是上帝救人的福音，是大有能力的。这表明上帝创造咱。就是听咱听到底，那安尼，咱爱继续传无？爱继续传哦。可能咱去街头报道，还是咱要邀请人来参加咱的幸福小组，人会感觉讲恁在讲的拢三天地外，恁基督徒拢无生活伫即个世界安尼。伊讲的对毋对？亲像对嘛，敢毋对？亲像对啊！咱虽然肉体活伫即个世界。总是咱的心思意念，毋是对着世界在走呢。咱有上帝国、有天国的信念、价值观，在引带咱行伫即个创造上帝为着人类安排的这条道路。所以，愿上帝互咱会当去深深了解，咱在传福音嘛会拄着安尼哦。所以保罗真早就甲咱讲，因为十字架的道路，伫遐灭亡的人是看做愚妄的，总是伫咱这得救的人，却是安那上帝的大能。阿门。哇，这是保罗真早就体会这款，咱求上帝互咱有这款的确信哦。福音足简单，相信就会使。阿门。咱做伙来讲，福音足简单，来，福音足简单，相信就会使。阿门。佮讲一届来。福音足简单，相信就会使，对。所以相信就会使，对一般人来讲，迄是因无法度去体会了解，因为生活伫即个世界就是有对价关系嘛，就是安尼。有你有啥物利益要对我遮得到，你当然就爱付出啥物，这是理所当然啊。所以咱就爱安那做善事，爱积功德，这对于一般人来讲，亲像应该的，总是上帝救咱，毋是因为咱好，是因为伊疼咱。阿门。毋是咱为着伊做偌济，那安尼好嘅人拢会当上天国咯。咱遮咧较无钱嘅人，毋就拢袂当入天国吗？天国是用买的吗？毋是哦，那是地上的财产是用买的，用钱去买，总是上帝国的。毋是用安尼，因为一切拢出自上帝。上帝讲：你相信就会得到。阿门。这么简单的代志，咱行出来，咱嘛讲出来。我相信上帝爱咱
用咱的生活来做见证。第二，咱看第二个这个比喻嘛，会当对遮互咱个深深的体会。伊讲上帝国、天国就亲像买卖的人，找到好的珍珠，要找到拄到一个重价的珍珠，就去变卖伊一切所有的来买这粒珍珠。过去伊在找珍珠，哇，找真济，总是当伊看到一个重价的珍珠的时阵，圣经讲伊卖出所有一切，为着就是买这粒珍珠。这在甲咱讲啥？前的迄个中保的一个故事的比喻，是在甲咱讲，上帝伫创造的时阵，就有这个天国的这个蓝图，放伫已经创造的时阵，就已经放伫地面上，总是伊伫找遐较无伊的人，追求伊的人，就要赏赐互因。伊竞选以色列人，毋望以色列人会当做一个根本，总是以色列人放弃。到伫新约，耶稣就用这个好的珍珠来伫表达，这个珍珠就是教会。阿门。所以这会当互咱好好去了解。咱知影珍珠是一个有机体的产物，对无？吼，迄个迄叫做啥？蚌壳吼，对无？迄叫做啥？蛤蟆嘛吼，蛤蟆对无？若有即个沙走入去，哇！啊，对于即个蛤蟆来讲，蛤蟆内面的体来讲，迄是疼的，对无？啊，所以伊就爱用分泌物，一直产生分泌物，把即粒沙安那慢慢甲包起来，对无？包起来，年久月深了，即个沙甲伊的分泌物就成做珍珠呢。哦，足特别的哦，吼！所以耶稣在讲珍珠。这珍珠啊，甲一般的宝石是无共款的。哦，玄石也是讲宝玉，哦，拢含珍珠的产生是完全无共款。耶稣在用珍珠来比喻天国，真特别咯。互咱来了解珍珠原来伫希腊文的意思内面，嘛是叫做纯洁的含义。伊是足纯洁的。为什么一粒沙会变做珍珠，会看伊做纯洁？哇，这是足特别的一个含义伫这个中间吼。总是无就安怎，咱会当了解珍珠就是受害者，这个蛤蟆体内安那受到迫害呢？然后对这个加害伊的人，就是这个沙对伊的这种的反应。伊就是用伊的性命不断包容伊。那安尼，咱就会当看见。这个珍珠，那伫咱的人性来讲，伊是何等一个纯洁无私的，哇，足特别的哦！伊在讲，这个就是教会奥妙甲价值的呀。那是安尼，咱就会当去体会。圣经甲咱讲咱教会是伊竞选的，吼，是用耶稣基督的宝血身躯所建立起来的。所以耶稣基督就亲像这个蛤蟆对无？吼，哇，亲像受到伤害，吼，互人勒命鞭拍，伫这礼拜咱就当去经历，最后受钉伫十字架顶，总是这个伤害，伊用疼不断包容，伊用疼不断压砍，就成做一粒珍珠呢。这就是教会哦，哇！所以圣经安尼讲嘛要照着教会，互这个掌权的，将这个掌权的，可能这个邪灵，也是执政的，也是讲这个天使，通知影上帝百般的智慧咧。兄弟姊妹，这个受稳重的这个珍珠，吼，然后受发掘出来了，这粒是大家看会到的，知影这是重价，总是耶稣。就是用伊一切所有的变卖所有的，就是用伊的性命，用伊的宝血来赎回教会，兄弟姊妹。所以这就是伫这个比喻内面，会当互咱体会了解。所以圣经安尼甲咱讲，基督听教会，为着教会赔命，要用水借着刀，将教会洗清气，诚做圣洁的。会当献互家己最荣耀的教会，阿门。所以感谢主，所以咱会当
奉耶稣的名来建立永光教会，咱就知这就是耶稣基督用宝血，甲用伊的真理，甲咱结晶的。呀，咱要成做教会，就成做新妇，要迎子新囝婿。耶稣基督伫将来要搁一摆降临到伫这个世间，阿门。所以这就是咱的信仰，会当互咱体会了解。所以咱讲永光是充满荣耀甲大能的教会，阿门。咱再来宣过来，永光是充满荣耀甲大能的教会，是愿上帝帮助咱吼。我相信最近咱看新闻就知影，美国的总统川普真正是伊的做法哇！伊一句话会当摇动世界一句话会当互咱的股票安尼一日安尼落2000几点隔工搁一句话就搁浮起来，1600点1800点我相信你若有在买股票我无迄个机会，通好安尼浮会沉咧啦。你若要买股票，我看你这2天，你的心中就看你在做安尼坐云霄飞车相共对无？对无？心中都走出去了后，搁弹回来这款这个世界的变化超过咱所想象。所以每一届在讲理财，咱电视啦、媒体拢一定会讲安那就爱准则一下对无无有当时会死真惨爱准则一下，这是无毋对的一件代志。就是我伫在注意咧看的时阵，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伊讲讲川普希望说使咱台湾会当伫即个关税即个中间，得到好的保护的优待。伊讲伊期待台湾、日本、韩国会当参与阿拉斯加的建管的计划。我就对这个真有兴趣去甲了解原来阿拉斯加是美国的一个真重要石油天然气的一个生产的一个地区一个州因期待就是讲，毋茫会当对阿拉斯加遐会当做工然后直接会当差不多爱1300公里会当直接来供应东亚的地区啦，就是咱嘛，就是韩国、日本台湾这伫东南亚这较重要的一个国家嘛，所以后来我就去了解说，阿拉斯加这是一个州是美国第49个州，伊是美国的州内面上界大的一个州啦，伊拢总有偌济？爱算一下，1723000平方公里。讲起来，我甲算过，大概就是台湾的47.6倍啦，干那一州就比台湾加47.6倍，因为台湾是36197公里，这个在讲什么？互我搁去看第一个历史真特别咯。伫1876年3月进前，阿拉斯加是俄罗斯的土地，然后伫1876年3月30的时阵，美国用720万的美金甲阿拉斯加买起来，后来转，阵成做因第49州我在算的哇！每平方公里是偌济钱？4.18块呢。每平方公里是4.18块。用以台湾来讲，1公里若是用1平方公里平方公里就是1公里4角的嘛1公里若卖你4.18块，安尼台湾起来差不多500万就买起来啊！若台湾500万要卖互你，你要买无？我绝对举手的我绝对举手的真特别这是偌久？150几50多年前尔呢。总是当俄罗斯知影讲原来阿拉斯加下面虽然顶面是冰山下面却是安那
温种着石油天然气，是显然这济丰富的这木选呢，所以俄罗斯有后悔无？绝对后悔的啦，绝对后悔的监视。所以求上帝帮助咱哦，互咱会当去体会。咱看伫这个地面上的变化是遐大，总是咱爱了解，咱是上帝国的子民，是属天国的。上帝互咱活伫这个世间，早就将上帝国的福分，拢温藏伫这个世间内面。但伫新约透过教会，将这个温藏的奥妙显明，互咱了解。当愿上帝帮助咱，真做基督徒的咱有上帝国天国的珍宝，这是你我拢有的，唔好轻易放弃哦，唔好轻易放弃。到耶稣基督过来的时阵，你袂当讲哇，要知嘛啦，嘛慢啊啦，对无？要知嘛伤慢啊啦。好，所以愿上帝互咱真做天国的国民的兄弟姊妹，生活伫这个世间，总是咱爱有属天的价值观甲信念。咱对信仰的态度是安怎？你感觉安尼的投资是有够无？你对读圣经、祈祷会用心到怎样？这个等等，拢是你我真做基督徒，咱每一天拢会当来思考的。所以愿上帝帮助咱的阿爸天父是好业爸，对无？哦，所以咱袂当做乞食哦，阿门。哦，这台语要安怎讲，我就袂晓讲啊。吼，天父真好业，我袂当做乞食，安尼嘛袂歹哦。会够押韵的吼，来咱做伙，我搁讲一届哦。天父真好业，我袂当做乞食，哇，我迄个真有押韵的。讲一届来，天父真好业，我袂当做乞食，甲一届，天父真好业，我袂当做乞食，阿门。是，愿上帝帮助咱，互咱会当去深深体会。吼，咱做伙来读今仔日经文来。因为十字架的道路，沉沦的人看做戆，咱得救的人看做上帝的权能。哥林多前书1章18节，搁一摆来。因为十字架的道路，道理沉沦的人看做戆，咱得救的人看做上帝的权能。哥林多前书1章18节，搁一摆哦，咱读个正确哦，因我这拢有光吼，所以有当时啊，拢会模糊吼。来，因为十字架的道理，沉沦的人看做戆，咱得救的人看做上帝的权能。哥林多前书1章18节，阿门。愿上帝帮助咱，会当深深体会了解吼。所以兄弟姊妹，今仔日是中秋主日咯，所以求上帝帮助咱，会当去体会。伫中秋主日，耶稣大家欢迎伊，吼，讲何山那归伫大必的子孙，奉主的名来，应该得到恶乐。光至悬的何山那有无？至悬的何山那，即群的百姓，咱知影吗？到伫第4天、第5天了，所发是无共款的。所发是啥物？讲甲伊钉伫十字架，甲伊钉伫十字架顶。兄弟姊妹，愿上帝帮助咱无互这俗世的观念、魔鬼的念头来左右咱。咱是天国的国民，咱理所当然明白上帝的心意。阿门。请咱起立，咱就会来吟这条诗歌。心心坚定来。
路。你我的心飞啊飞啊飞，飞到应要无足迹。星星的天飞啊飞啊飞，降落凛冽甲雨天。你我的心其实飞，踏上乌云甲西北。信心坚定来喊话，将我欢喜甲抵换。掠条英文向前冲，上帝赐福的温柔。大大开嘴来求讨，超过所求心恶路。一路的心飞啊飞啊飞，飞到应要无足迹。星星的天飞啊飞啊飞，降落凛冽甲乌云。一路来临会过去，一切拢袂惊醒。一路来临上帝的恩，一切拢袂成就。一路来临会过去，一切拢袂惊醒。一路来临上帝的恩，一切拢袂成就。一路的心飞啊飞啊飞，飞到应要无足迹。星星的天飞啊飞啊飞，降落凛冽甲雨天。星星的天飞啊飞啊飞，降落凛冽甲雨天。主，阮感谢你来到你面前，阮就是进入的教会，就是你伫地面上所设立的天国，互阮明白你是阮的王，你坐伫宝座顶，你掌管万人有，愿成做你的百姓会当享受伫你手中一切福气。所以求你帮赞，互阮轻看伫这个世间一切的潮磨、艰苦、病痛，更较深知，阮会当有喜乐、真实的平安，伫阮的心内面，伫阮的家庭，伫阮所去每一个所在，因为阮是有福气的。阮记较对就是带着福气来成做这个国家的祝福。所以多谢你，互阮有一款的眼光，有一款的价值观，会当荣耀你。多谢你，阮今仔日也要将阮搁一摆交伫你手中。身躯病痛的，主你要医治；身躯心内有艰苦的，主你要做安慰的工作。因为你是阮的主，阮单单仰望你。多谢你听阮的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请坐。这时咱来奉献，奉献是回应上帝的听，也是信心的行动。请咱用感恩的心、敬虔的态度来奉献。阮告主，是阮做一开始奉献。强比渺小，我命转弯，信心感化，地天开朗，报答主。
会众请起立。阮教主是阮做主，欠伊领受我命全完，深深感化，加天开咱，报答主阮心心所愿，甘心乐意。会众请坐，事工分享。亚伦，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这位来关心咱的这礼拜事工。和咱这礼拜导读的经文，咱看第一句，这是台语的。我先来示范一摆。主啊，救你哦！好，咱这位来念来请。主啊，救你哦！马太福音14章30节。好。今仔日是咱的中秋主日，虽然伫即礼拜，就是咱的受难周，所以咱就尽量较少伤欢喜的活动，咱做伙来纪念耶稣顶十字架安尼牺牲的即个受苦。伫即礼拜五暗时8点的时阵，伫中和教会嘛有安尼联合圣餐礼拜，兄弟姊妹咱嘛当来参加。好，后主日是过活节。联合赞美礼拜咱敢若有10场，咱敢若有1场，咱敢若有10点一场礼拜，咱甲边仔的兄弟姊妹讲，后礼拜10点见，后礼拜10点10点见，好，10点一场礼拜，咱嘛会当做伙邀请咱的新朋友来参与即个活动。好，咱伫5月11号是咱的母亲节庆典，咱的无伫遮聚会，咱会去到餐厅即宴会馆来聚会。咱嘛有名额，咱继续来报名，继续邀请新朋友来参加。好，青少年的即个活动是伫7月3号到5号。早鸟价的时间即马是到4月27号来截止，嘛让请兄弟姊妹继续为着即件阮的活动来祈祷，阮期待爱有200个青少年来参加，即摆人数，相信人数佫会冲起来，上帝继续来带领，阿免吗？阿免。咱嘛继续为着咱的6636提名 RPG 的祈祷，咱目前领领的人数有1200人，求上帝将遮个名单，咱放伫咱的心内嘛，常常替祈祷。咱若相信，咱若愈侪祈祷，兄弟姊妹遮个新朋友，因会让愈侪互上帝圣神来感动，有一天一定会到咱中间，甲咱聚集，甲咱再来聚会，阿免。好，今仔日礼拜结束了1点的时阵，伫副堂有幸福桌游的备课，请咱的副长来出席。好，后主日第2堂礼拜结束了，是永和国中即个祷告会，咱的服侍同工的说明会，我嘛邀请阮有需要搁较侪人来参与同工，因为阮有要来替即200个学生来祈祷。若着现场敢若10个人尔，一个人来替20个人来祈祷，安尼嘛是真辛苦，所以嘛期待兄弟姊妹若有时间呢，来咱拨出来，咱来做伙参与伫安尼的即个祈祷祝福活动。阿免。好，4月17号透早10点到12点，阮伫中永和有
有即个教会的牧师要伫四楼护堂来祈祷，有安尼联祷会，为着国家为着教会做伙来祈祷。好，牧区的消息，每一个拜一透早9点半到11点半是咱的社区幸福乐龄营，所以请欢迎60岁以上的新朋友会当做伙来参加。啊，4月20号有即个儿童牧区搁偌济找2个游戏，是礼拜日的时9点20分到9点50分，因为会足趣味的囡仔拢会踮遐找2，所以卖当邀请你的厝边隔壁若有新朋友的有囡仔的卖当来参加。好，青少年牧区伫4月26号暗时7点伫护堂有考生的祷告会。卖当邀请所有国中要升高中的学生，还是因的家长，拢会当报名来参加。好，4月14号到18号，咱的3楼的主堂，对，是3楼的主堂，咱要来油漆整修，所以咱就暂时无来开放使用。好。健康大道的部分，咱继续为着吕金耀、陈秀友、甲苏丽清姐妹兄弟姊妹做伙来祈祷，求上帝互因的身躯会当得到恢复，卖当常常伫上帝所享受的平安内面。好，这个时阵邀请兄弟姊妹起立，咱做伙用这首诗歌来彼此祝福。平安福气满满心，万星星来充满你，大梦大能力大福气，上帝祝福你，祝福你，伊的面光照你，伊来充满你，欢乐拢无去，主是大福气。来向左向右转，上帝祝福你，祝福你，伊的面光照你，一路充满你，欢乐拢无去，主是大福气。一路充满你，欢乐拢无去，主是大福气。咱请主牧师来祝祷。我看咱大家拢坐遐后壁吼，后边我要来遮讲道安尼好无？好无吼？咱也会当往头前，啊无遮4、5排种空咧，像迄足惊牧师的安尼吼，安尼我变咱上天国，对无吼？大家会友拢足惊我，安尼才会对，吼好无吼？咱会当尽量，啊无大家拢会当坐较散咧，这是好咧吼，对无吼？啊，即摆大家拢因为拢坐伫后壁，啊特别咱的同工吼，请往头前来坐，好无吼？哎。天国是唱的人得到的哦，吼！啊无我就讲台后边就囥来伫遮，啊无就囥伊到后壁遐哈。好，来，咱来领受上帝祝福。但愿上帝丰盛的恩典，甲恁众人同在，伫恁所做、所讲、所行一切的事的顶面，拢会当应显伊的性命。也愿上帝透过圣神感动，互咱日日领受伊对伊来的平安甲真实的福气，活出基督的盼味，成做美好的见证。对这事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阿门。阿门。
咱的姊妹平安，请坐，咱今仔日的敬拜暂时到这，愿上帝继续引带咱每一日的下步。后礼拜是10点哦，后礼拜是10点礼拜哦，搁活节10点礼拜哦，请会记住。